气真热，较袂到就是35、6度。日前有民众因为着沙，骑车骑到一半昏迷，去弄到路边的车辆。所以乡亲啊，天气遮尔啊热，上好是尽量莫伫外口来活动。若要出门，嘛要做好着防日头晒的措施，嘛要加啉一寡茶水。 进前一个查甫人，互救护车送到南投病院，经过医生诊断是热到着沙，因为长时间伫咧路口骑车，加上无补充水分，互身体无爽快，才会发生车祸。烈日下面曝晒的话，一开始像是有可能会抽筋啊，甚至到后来头晕、头痛、恶心、想吐这样。医生黄忠文嘛讲，台湾热天算是高温含高湿度的气候。 所以，伫咧日头骹做短时间的运动，或者是拍伤久，都有可能会发生热伤害，上严重甚至会无命。11点到2点这一段最热的时候，要尽量避开这样。南投病院提醒民众，热天伫路口做工课或者是活动的时，爱避开中昼上热人时段。啊，若老大人、慢性病患者，平常时啊爱加啉水，好好休困，就较袂着沙。 嗨，我是映彤，记得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要开启小铃铛哦，站起来！